無業中咧係倍大咗有倍。我對所有嘅朋友、所有投資者一個好簡單嘅忠告就係：當你唔明白你購買嘅呢樣嘢嗰陣咧，就係冇買。當你唔明白你嗰個投資產品結構嘅時候咧，盡量要小心問清楚，問到明嘅係我最大嘅可能會發生啲咩事咧？買股票最大可能係點樣？蝕晒現場紙，一九73年嘅香港天使，大升香港黐線，而家唔再存在間公司，蝕晒佢嘅場紙啦。佳明嘅股票做咗場紙，但係起碼你買入嘅係100蚊都好，你知道自己最多嘅時候就係買。但係呢台嗰個期權，而本身嚟講係有個另外一個責任嘅承擔底下，你嗰個責任你知道會多大，呢個先至係人哋恐怖嘅地方。好多時候咧，散戶投資者咧都面對住一個嘅錯誤喺度，就係點解有啲嘅產品係大戶我哋可以買，散戶可以買？點解大戶可以去參與呢個遊戲，我哋唔可以？結果本來 ELN 嗰個前身 ELI 係大戶嘅產品嚟，結果銀行就順應所求，推咗好多細平碼嘅產品俾你哋 ELN。咁但係喺亞洲高昂嘅之際，你買入去 ELN 嘅朋友，好多時候都要俾結果。咁銀行有乜道理？如果佢嘅銷售單張面係詳細話俾你知嗰個遊戲規則底下，你好難達到道理。但係因為你本身對個產品係誤解咗喺個投喺我嘅傳統嘅產品底下咧，而遭受到損失咧，呢個就好辛苦，對啲人嚟講咧，心理狀況係好難受。所以我自己本身嚟講都會係勸導所有嘅朋友底下，就要明白自己嘅風險，要明白到自己嗰承受幾多個風險，唔好買一啲嘅產品自己清楚嘅遊戲規則玩法，跟住出現咗一個自己承受唔到嘅結果底下咧，令到自己荷包受損之餘咧，個心理狀況受損。有冇試過地眼大亂象咧？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知，我嘅公積金都算咗唔少嘅啦。因為咧，你啲公積金唔可以攞出嚟，又我哋啲朋友畢竟喺3個月先至可以轉一次，咁轉都轉唔得咁快嘅。咁望住個價格咧，一定係會心傷嘅。咁但係我發現咧，我睇得好好，唔覺得一回嘅事，因為好慶幸地咧，原來我仲可以食得起每一餐15蚊嘅羹麵，我仲好慶幸地咧，我有個相對地健康嘅身體去為我嘅兒子工作，為我嘅兒子咧係提供教育俾佢。我亦都好強調咧，我每個禮拜應該同我嘅飲茶去做諮詢。喺我風唔可以海嘯風波浪之際，你會發現咧，我所損失嘅同我所而家現有嘅係嚟得做得。當時就係損失，好似好痛苦，好似好傷，好似好心痛，好似好唔開心，但係當大家面對住原來有一樣更加寶貴嘅嘢喺身邊面前，可能大家係唔在意、覺得嘅時候咧，突然之間驀然回首，那日就在燈火闌珊處。多謝你。我都好彩咧，蘇教授咧唔係傳教嘅嗬，即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個個都真係一定咧跟晒啊，盡晒教都嚟。不過我諗頭先啊，蘇教授講有一樣嘢係真係好啱嘅。我哋人咧往往都有個天性咧，就想係諗住啲壞嘅嘢、差嘅嘢。你諗下，即係諗翻以前有時都係諗翻啲衰嘢嘅嗬。其實正如蘇教授咁講啦，當然失去咗嘅，我明嘅，可能係其中之一，一定會有啲唔開心，會好痛心啊，或者會早知幾時就放咗佢啦，一定好多呢啲咁嘅感覺。不過係咧，剩翻嚟成日諗下，其實自己而家仲擁有嘅係啲乜嘢咧？其實真係乜都冇晒咧嚇。我呢樣嘢係最緊要嘅。假如你覺得咦唔係喎，得擁有仲有啲嘢喺度嘅喎，仲有少少錢喎，跟住到落嚟嘅理財嗰個部署係點咧？拎埋你睇下李家德出嚟啦，好嘛？跟住落嚟咧就係耀豐理財有限公司嘅董事總經理啊陳學鋒先生，咁佢好多嘅投資心法都可以教下我哋嘅，仲有出咗啲書咧叫《風波 IQ》同埋。咁睇下阿峰哥點樣教我哋睇下。其實今日講理財嘅嘢咧，本來
都可以好似嘅。即係我先講故仔啦，即係頭先蘇教授講啲故事都好吸引。我先講嘅係97年嘅時候，其實我亦都有多啲朋友咧炒樓炒股，跟住98年嘅時候咧先講咁大家都知97年有好多中產階級咧，即係做得10零20年嘢咧，即係個錢就揸到3、4層樓最終講97年嘅時候計數咧，就即係增加幾千萬，不過到98年計數咧，就增加差唔多0.99年計數咧，增加咗好多。咁嗰時我有個朋友咧，佢問我應該點處理，咁我就好簡單，你賣晒都有啦。咁蝕緊錢喎，我話係啊，蝕緊錢，但係你而家你咁辛苦1個月嘅人工2工國加埋，基本上供曬你層樓唔划算啊嘛。你蝕得你話賣晒之後，你起碼每個月個收入現金流有啦，你又唔需要再攞嗰邊諗啦，係嘛？咁咪聽話啦，賣晒嘢啦。咁咧嗰段時間其實佢除咗即係每個月自己縮食之外咧，佢就要死慳死抵即係本來97之前就係揸車翻工，然後咧每2公婆咧就屋企人星期六、星期日飲茶，大家各自睇報紙啊，跟住飲完茶之後就揸架車去睇樓盤咁咧到98之後咧，就發覺咧就點咧賣晒車、賣晒樓，又翻工咧坐地鐵，朝早有時間送個仔翻學，然後發覺咧同老婆之前係冇計傾添，嗰段時間開始同埋搭地鐵喺嗰度傾計咁反而間生活好咗。前2日啱先嚟同我哋大食會啊，即係話俾佢哋食啦，咁啊變翻去，發覺佢而家咧就覺得唔開心，即係身家佢少咗即係之後從開始好就會落揾工啦。咁但係個人其實個家庭咧係開心到。咁其實呢個故事講緊咧，我哋聽乜嘢？基本上你諗下，我哋喺呢個世界入面嘅，你揾錢為乜咧？其實你係為咗生活為咗個家庭覺得好啲。我哋要將個主次分清楚。如果你將佢生活變成淨係揾錢嘅話咧，你就變咗揾錢嘅動物。其實再進一步變咗揾錢嘅機器，好多感情嘅。咁如果你將呢個主次分清楚，反正到最後你明白，你揾錢係為咗生活，所以你最主要目的咧係令到生活開心、生活嘅話咧，好多問題解決㗎啦。咁我哋其實做理財，俾大家嘅建議都係咁樣，即係你第一點樣可以喺你有能力嘅時候鋪排你將來嘅生活，等你唔需要為錢擔心如果你聽我講嘅話咧，就過咗2就唔會湧入個市啊。咁但係呢啲已經係歷史啦。而家我睇翻轉頭嘅話，即係今日無論如何蝕幾多都好，不如睇翻自己而家嘅情況在座有好多朋友，有啲後生嘅，有啲即係上咗年紀嘅。其實我哋睇翻，我哋一生人喺唔同階段咧，我哋對於所謂理財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啦。你簡單啲睇就係由我哋讀書出嚟做嘢，到我哋結婚呢段時間咧，我哋即係基本上孤家寡人食可以翻屋企食，仲可以黐下爸媽嘅。其實你賺嘅錢咧，你想點樣用咧，就100%你自己用。但係呢段時間其實你就最有能力去做錢，不過好多人唔做賺幾多睇幾多。到你結婚之後咧，你進入都係家庭嘅成長期咧，就由2夫妻到開始有小朋友，1個或者2個，而家好似3個咁你要由小朋友之後帶大到20歲讀大學，你先至到完成責任咧。呢段時間你發覺你嘅家庭個開支咧係只會逐年增加，係嘛？而你個家庭收入咧未必可以逐年增加，因為你睇翻大部分人，其實你過咗35歲之後，你喺個公司裏面做嘢咧，如果你去到高層定係中層嘅話咧，35歲以後你加人工會唔大不了人跟通脹調整你就好少喎，1年加10幾%。咁所以你出現嘅情況就係嗰段時間你每年個生活嗰個咁嘅開支越多，你個收入咧真係唔夠開支多，你能夠數嘅錢咧相對少嘅。不過好彩小朋友讀完大學之後咧出嚟做嘢你個開支只係跌。問題你望自己，到時你可能已經50幾歲啦，係咪？香港而家個時均30幾歲，跟住生小朋友